哇，婆娑坡下月影千百两，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烟雨中小巷回廊，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日翠落许过又何妨？依稀梦枕点亮，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烟雨沾热杯梨花脏，戏子遮羞深深诉过往。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莺啼如常我情思量，莲的半尺端详过平江。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随影旁，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你说我俩为何在此苦候啊？为了抓李莫愁那个臭丫头。抓到李莫愁又如何？皇上说了，当把她押解离国，发配还满，走得越远越好。可是你我任务已经完成，为何还在此守候啊？咱还欠了花死老板娘50两银子。我俩既然已经把李莫愁卖为官妓，区区50两，又何足计较？哥哥绝世聪明，就这么办。咱们撤。走。做人呢，最紧要的是要开心。饿了吗？我给你煮碗面。人参，人参枸杞喂养了，炖了3天3夜的老母鸡汤。刺激的烧烤酱香，有品味。哇，辣到爽的新鲜辣椒。馋嘴猴独门秘制的酱料。告诉你一个秘密，面里面只有一种食材，卤香素肉。啊！大点儿，再大点儿，保持保持。听说你贪污了100万。霞儿，哎，这李莫愁究竟是何方神圣啊？这个嘛，我怎么会知道呢？你早上偷吃了3个鸡蛋，中午偷喝了花满楼，晚上偷吃了1个鸡腿。花姐，你要是这么斤斤计较的话，这点钱我可以给你。有胆识！我听说你昨日买了个玉簪送给村东口的翠花。花姐，这种小事儿你都知道？我还听说呀，你前几日买了一条银链送给村西口的玉莲。花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听说啊？
你知天下事，我只要知你的事就够了。那李莫愁啊，是吴越国重臣李金树之女。那李金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忠君爱国，刚正不阿，实在是难得的好官。唉，只不过他是一代酸儒，说话绕前倒后，词不达意，口无遮拦。不久前在朝堂上得罪了吴越国国主，被抄家法办。虽然罪不至死，但也难以翻身了。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那李莫愁从小得病，只能吃素不能吃肉，但他年少嘴馋，耐不得饥，寻遍天下素肉做法，竟然被他找到了一道祖传秘方，独创馋嘴猴豆干。连何总吃过他的卤香素肉都说：“啊，3月不思肉味啊！”如此说来，这李莫愁倒是有些用处。岂止是有些用处，他不但长相柔美，而且吹弹歌舞、琴棋书画样样皆精，还是官宦之女。若把她留在花寺，则公子王孙必踏破门槛，争相一睹芳容。最不济，仅凭他一手 Q 豆干的祖传手艺，已经价值连城，令客官闻香而动，趋之若鹜。唉，可惜啊，那李莫愁静若处子，悲情高冷。如果他是个哑巴，那就完美了。哈？大恩不言谢，感谢花姐救莫愁于水深火热当中。花姐的大恩大德，莫愁做牛做马难以为报，唯有这冠绝天下的绝世 Q 豆干才能聊表我心意。花姐，这份礼虽然是大了一点，但你千万不要推辞。前调清香，有高火熬制8小时的鸡汁味；中味醇厚，有木耳和枸杞的缠绵；后味绵稠，辣中带麻，5香俱全。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你确定这真的是豆干吗？可怕至极！花姐，实不相瞒，这蝌蚪干乃精选日照充足的绝好黄豆制成，木耳香辣魂萦梦牵，枸杞鸡汁如遇初恋，香菇鸡汁吃出健康。豆干在手，即刻忘却一切烦恼，笑得全无心肝。你倒是没心没肺啊，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前程。罪臣之女哪来的前程可言？花姐，其实早在进门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知道这间花寺的真实身份了。哦，说，花寺立于三国交界之处，明显就是一处违章建筑。表面上它是花满楼，实则它是为了夺得三国的巨额赔偿而存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花姐您就是传说中的脸皮赛过纯牛皮，死缠烂打魂不及的丁字裤。这么隐秘的动机都被你发现了，你知道的太多了。花姐，其实做钉子户的风险是很大的。你想，万一未及等拆，这间花寺就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或者这个屋子在一场狂风暴雨中就被倾毁了，又或者花姐您哪天一不小心被找上门来的仇家或者刺客给暗算身故了。哦，对了，还有来这间花寺找乐子的客官，哪天一不小心吃包子的时候就被淹死了，刚一踏进门就被雷给劈死了。李莫愁，亮出你的真实身份吧，你到底想干嘛？且听奴家细细道来。我
越国名声显赫的重臣李青树之女，向家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殚精竭虑，忧国忧民。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见人当道，暗箭难防。有一天，像我李莫愁也算是才貌双全，落于此风尘，受此轻贱也并不足惜。但我曾发愿并为家父收集证据，洗脱罪名，还我李家一世清白。就算是受尽凌辱，以性命相拼，也甘心情愿，绝不退却。现如今既来之，则安之。让我暂且在这间花寺过渡也未尝不可。但是俸禄工钱咱们得先讲在前面，月供600，杂用200，馋嘴猴 Q 豆干价钱另算。花姐，花姐，哦，如此悲情高冷，思维混乱，负能量满满，说话还自带催眠功效的女子，也是堪称世间少有了。何止是世间少有啊，简直是要了亲命。你知道吗？他只在花寺一日，就只砍得花寺众人神色突变，溃不成军。这么说，上门的客官都被他给吓跑了。现在最可怕的不是他吓跑上门的客人，可怕的是其他几位姑娘也好像被他洗了脑，变得神神叨叨。可是他做的豆干又实在太好吃，现在赶他走，我也于心不忍呀。所以关于李莫愁是去是留，真的让我好生为难。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难道你没发现惜春夏莲都变得很奇怪吗？惜春姐，客人来了。知道啦。昨日与李公子陪酒，今日与王公子陪酒，明日又要与陈雅内游湖，整日与这些粗人相伴，真是无趣。你有趣，那你怎么还在这儿浪费口舌？姐姐，你说你整日在这里与人陪酒取乐是为了什么？你就算一辈子再努力，你还能爬上皇位吗？我再问你，从秦朝到如今，你能记住的皇帝又有几个？即便是我们短短活着的几十年里，有的人的名字曾经那么响亮，这么重要；有的人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然而再过2年、5年、10年，便无人再提及了。再过50年、100年呢？红粉轻重，隐没尘土，到头来，还不是你一堆，我一堆，便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传话，送客。今天本姑娘心情不好，一概不陪。
姐姐吹的箫真是凄婉动人，只是有一点点落入俗套了。哦，那你说如何吹箫才算是高雅？妹妹对箫并不研究，不过我倒是见过一幅扇面，上面画着一棵芭蕉树，下面坐着一个老人，老人手里抱着琴，却并没有弹。上面题的诗是“蕉下不生暑，作声千古新。抱琴未须鼓，天地自知音。”哦，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高雅是无声胜有声，要做到手中有箫，口中无声，这才是真正的高雅。姐姐真是聪明人，一点即透呢。这就是既得箫中趣，何劳动中音的境界。那些令人愉悦的，往往是在宁静当中，需要自己慢慢体悟，慢慢释怀。所谓大象西行，大音希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等等，你再说一遍，我怎么听得头皮发麻，心里好乱啊！姐姐，且听奴家细细道来。我是不是聋了？为什么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呢？我聋了！宋神医，宋神医，宋神医救我！真不识好歹，连大音希声的道理都不明白。姐夫，你看，哎呀，这画像好啊！为何奇香扑鼻？有何等好东西，为何不早点端上来？啊！高湿度感，其实可以。哎呀，从卦象上看，这位公子你即刻就有血光之灾呀！呀！破财之势如洪水汹涌啊！姐夫啊！啊！快说，何解？如何破？这位公子，你看看你，印堂发黑，这分明就是二恶英中毒的迹象。不是，你看看你都这个样子了，又没有皇帝的医疗待遇，你还要出来喝酒，还要来找姑娘，还要来花满楼，你这分明就是作死的节奏嘛！姐夫啊，其实啊，秋月啊，我的病症是否真的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吗？其实，你告诉我真相，我可以承受得住的。不是的，姐夫。其实这位公子，你平常是不是一定很少吃豆制品？植物蛋白才是最营养、最健康的，美容又养颜。你放心，栾鼠虽死也不同穴。就算那天你真的一命呜呼了，你的所葬之地也是与一般凡夫俗子不一样的。放心。姐夫啊，不是的，李莫愁说什么呢？姐夫，姐夫，李莫愁，你天兵附体啊？先把我客人都逼疯啊你！那李莫愁看似娇弱无力，热心善良，却负能量满满，话痨成灾。现在赶他走吧，那2位官爷欠我的50两债务就得给他免了；不赶他走吧，这花满楼能不能开下去还是个问题。花姐，依我的计策，李莫愁可治。话痨癌可治？可治。文艺犯负能量能改？小事。有何高招？换株花死，越是照琵琶，
难道花姐忘了花似夺命琵琶的威力了吗？对呀，我怎么把它给忘了？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有几处雨那雪花飘，惶惶中日思，浮生半梦，如今我却红尘年了，那雨无情